一個58歲水電工去電到失去着呼吸心跳，佇賀里高級救護隊甲台中市立病院雙方合作之下，佇4分鐘的黃金時間送到病院，為鬼門關甲搶倒來。水電工真感恩。貴縣市商會感謝協力高救隊和台中市立病院醫護團隊，因為因的雙軌合作，才把伊這條命救到倒來。雙軌救護代表就是說，它除了一般的消防隊員到之外，就是進階的可以做高級救命術的裝備，也在第二台車馬上也是趕到現場。58歲貴縣市是佇做水電的，因為做工課無細力扣電甲心臟停去，太平消防軍隊緊改做 CPR 和 AED 的急救，協力高救隊是做高級的心臟生命術，落尾才個轉上台中市立病院急救。等於說是我們那個急診室有個延伸，會把一些急診室要做的這個動作，先在現場先做，就先讓患者恢復這個呼吸心跳。意思講，早1分鐘急救，活來幾率就加10%。消防隊和病院同齊甲貴縣市的性命救回來，會非常的感恩。